透过一些理由证明自己，那就想说干脆用这个名字来做书名，可能会比较直接。谢谢恰，我想这个书名非常的好，因为通过这本书，恰恰也证明自己，也让大家看到台湾。那问一下小光，在这本书的书写过程里面，其实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其实一开始其实是先透过经纪公司来跟我说，那当天其实早上晚上有一个餐会，然后 Carol 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有件掐歌的事情要跟你讨论一下，我就说什么事，然后他还是一直不告诉我，一直到餐会的时候呢跟我说要麻烦你看能不能写恰恰的自传代笔一下这样。我就整个傻掉，我想说一直拒绝，一直推，因为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是第一顺位的代笔者，因为有太多前辈比我更适合来撰写恰恰的故事。那所以我一开始真的原本以为他是要请我可能担任恰恰引退任何一项仪式或活动当中的主持人，这可能比较胜任吧。那因为最后恰恰自己也请托，就第一次碰面的时候，然后真的也拒绝不掉，那就拼了冲了，就尽全力，就是尽所有的可能，然后就是帮忙尽善尽美的让这本自传可以完成。虽然没有办法陪你在你身边，但你看到我行李箱就会想到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持续用他手中的球棒，在新庄棒球场写下属于他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打老来，先请峰哥交给我们的唱歌。好的，我们现在揭晓这个礼物会是什么呢？拜拜。好的，这就是印有恰恰23的行李箱，我们给他掌声鼓励。我们赠送行李箱也希望陪伴退休恰恰可以一起环游世界。来，我们请峰哥来说明一下这个行李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不好？其实也想了很久，要送他什么东西，其实也想不太出来。那其实有跟他聊到，他退休以后想出国进修，所以说我想行李箱是最适合的，所以我就送他行李箱。有峰哥自己52号的标签，这是什么意思呢？峰哥？虽然没有办法陪你在你身边，但你看到行李箱就会想到我。之前说呢，高尔夫球具是希望他能够在退休生有能够有比较协议的生活。那看起来他最近还是很忙，所以希望这个行李箱可以陪着我一起去国外进修，学到更多东西。谢谢。好的，欢迎大家给峰哥掌声。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打击区打击，那当时只有2000多名的球迷，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多了，因为我刚从业余上来，记得外野还是草皮，那从设备普通到现在，因为有富邦球坛的经营，让整个设备成长了许多。那也非常感谢富邦球团，也非常感谢各位球迷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成长。谢谢。好的，全场再次给彭宗明掌声鼓励，谢谢彭宗明，谢谢我们的陈继光，谢谢。
拜。